大家好，歡迎光臨。日前29日，姜濤以慈善大使身份去到跑馬地參加麥當勞舉辦嘅兒童愛心馬拉松，同場仲有林海峰、郭文輝、少爺占、森美等前輩。姜濤哥哥一出場，全場過千姜糖即刻尖叫，佢亦好親切咁同大家揮手打招呼，場面十分熱鬧。要清翻個跑道，係啦，離開跑道，準備俾我哋咧要起步咯。好，後邊，發咗兩你先。你試下啦，你試下。好，準備，你試下啦，試下你。嚇多多，你先準備俾我，你話我嚟到你嗰啲唔使安全第一。OK，我哋準備嚟咯喎。好，準備。3、2、1，開賽！姜濤分享佢對呢個慈善活動嘅感受，佢話連續第3年擔任大使真係好開心同榮幸。睇返之前嘅活動片段時特別感觸，因為見到有咁多前輩都曾經參與過，令佢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將呢份愛心繼續傳承落去。姜濤真係好有責任心，亦都好有使命感。佢同麥當勞嘅緣分，好多人都知。姜濤未入行前，曾經喺跑馬地呢間分店做過通宵班。今次佢有新料爆，原來當年佢做緊兼職嘅時候，因為成績唔係幾好，有位老師好人，特登去餐廳幫佢補習數學。佢仲特別公開多謝呢位老師添。姜濤帶領全場過千人一齊唱生日歌，幫快餐店慶祝50週年，之後又陪住一班小朋友做熱身。不過最搞笑嘅係，企喺姜濤隔籬嗰位小妹妹，竟然對佢完全冇興趣，任憑姜濤點料都冇反應，搞到佢唯有喺旁邊尷尬傻笑。姜尷又出現啦，場面真係好得意。傳媒都話小妹妹對呢位萬人迷相當冷淡，就算姜濤點逗佢，小妹妹都係請佢食檸檬，令姜濤忍唔住揞嘴笑。不過你睇佢收到囡囡牌大檸檬，反而笑得更甜，果然係真正嘅女兒控，連食檸檬都覺得咁幸福。訪問時，姜濤話下年如果有機會，想一齊落場跑步，不過都要睇下右腳膝頭狀況。佢透露自己有風濕，成日都會痛，所以要自己小心啲。粉絲留言話，希望姜濤可以好好保重身體。仲搞笑自嘲話26歲啦，唔可以再叫哥哥，要叫叔叔。粉絲即刻笑爆，唔會啊，姜濤永遠都係我哋嘅小朋友。不過26歲就自認阿叔，咁唔怪之得維園打波嗰啲全部都係阿伯啦。小編一向都話姜濤特別，就連對年齡稱呼，佢都有自己獨特見解。呢位就嚟26歲嘅叔叔，對年齡界線嘅標準真係夠晒特別。過多幾年，唔知會唔會自動升格做伯伯呢？都係最有。咦，你生日都有活動啊？哦，係，好多謝自己嘅 fans 為自己做咗咁多嘢。咁搞嗰啲 fans 聚會，因為會，今年都會啊，俾佢哋留喺銅鑼灣，就依照翻嗰個傳統嘅第一銅鑼灣開始。咁我都會。可能我都係會有作品推出嘅。你知唔知你生日嗰度咧，啲粉絲會幫你整個無人機會？係好多謝大家為我做咁多嘢係咯，咁大家開心就得啦，係咯，因為我越嚟越發覺我嘅生日好似變咗唔係我嘅生日，係一個節日，即係大家都開心。咁我都會有一啲嘢到時會分享俾大家，即係我對於呢個生日嘅一啲諗法，可能都喺嚟緊嘅一啲作品啊，或者咩地方呈現到出嚟。提到下個月26歲生日，姜糖已經計劃咗海陸空應援。姜濤好感激大家，但佢話仲未諗到生日當日點樣慶祝。不過佢就想維持傳統咪就係萬人空巷姜濤灣咯。
4月30號會有新歌推出。有冇留意話阿 Low 嘅 fans 又話你哋 fans 抄佢哋，因為阿 Low 上次生日又係無人機表演咁樣。我覺得又冇話抄唔抄嘅，其實都係粉絲之間嘅一啲，我諗都係少部分會有呢啲，即係我相信一定都係少部分之間嘅一啲輿論咯。咁我相信其實兩邊嘅 fans 都唔會太 care 話邊個抄邊個，因為喺呢一行都係做緊訪問等等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大家就輕鬆啲嘅心態，因為我諗每一家嘅 fans 都係想自己支持偶像開心嘅。咁我冇話個形式係啲乜嘢形式。傳媒問最近有傳言話姜糖應援活動抄襲，某粉絲群喺網上討論都幾熱烈。姜濤自己就好淡定回應，佢話相信只係有少部分嘅一啲輿論，其實兩邊嘅 fans 都唔會太 care 邊個抄邊個，大家輕鬆啲嘅心態，每一家嘅 fans 都係想自己支持嘅偶像開心，冇話係乜嘢形式。姜濤真係答得好大體，其實佢維護緊好多人㗎，大家話係唔係呢？其實無人機表演早已經成為唔少大型活動嘅指定環節，之前旅發局都試過搞。無人機根本就唔算獨家創意，好多人都試過做，話抄襲根本完全講唔通，冇話邊個抄邊個。有粉絲笑住話，咁即係話以後無人機就變咗 AL 粉絲嘅專利，其他人都唔可以用。另一位粉絲留言，記者下次記得問埋旅發局，無人機係咪 AL 粉絲嘅專利？真係笑咗咯。今次訪問入面有記者問題比較尖銳，但姜濤應對得好大方，眼神堅定，毫無迴避。有粉絲留言話，你問得出，佢就用心回應，出於內在嘅真誠自然，唔會扮嘢做作。亦有人覺得訪問當日記者表現比以前好，至少有問到活動相關嘅問題，唔係淨係為咗製造話題。有觀眾話，今次訪問記者嘅質素提升咗，知道當日活動主題先至再問其他八卦話題，值得讚賞。但亦有部分粉絲對個別記者嘅提問感到不滿，甚至笑言，記者點解唔問埋旅發局，無人機係咪抄 AL 粉絲？訪問仲提到姜濤之前做歸賢演唱會嘉賓，佢話好開心有呢次合作機會，仲笑住話自己拍韓國綜藝時都有努力學韓文，希望之後有更多呢啲合作機會。佢話其實無論同邊位前輩合作都好，因為每個前輩身上都有好多嘢值得學習。睇得出姜濤真係好珍惜每次合作機會，人氣再高都冇半點架子，依然保持住新人時期嗰份學習心態，虛心向前輩請教。呢種態度，難怪歸賢前輩對佢咁欣賞，希望將來可以見到佢有更多國際合作機會啦。講到 Chill Club 頒獎禮，有3項提名都殺入最後5強，分別係跳唱歌曲、流行歌曲同埋年度歌手。但佢話會用平常心面對，佢話有出過作品去講獎項呢件事，有獎梗係開心，冇獎都唔代表努力白費，獎項係一種認同，但唔係全部。講到新增嘅民選獎項，佢就話隨緣，每個頒獎典禮都有唔同嘅機制，大家做好自己嘅作品就得。講到機制， Chill Club 頒獎禮果然年年有驚喜，前2年玩天文數字遊戲，今年就轉新玩法，啲安排創新程度可以話係業界獨有，再創特別之中特別。最後結果點樣？攞唔到獎唔等於叫輸，同樣地攞獎亦都唔等於叫做贏。如果有得我揀嘅話，或者我會寧願冇攞獎，攞唔到獎，但係有人覺得我唔抵，好過攞咗獎，有人覺得我唔值得。總括嚟講，今次活動又有愛心又有趣，姜濤除咗傳承善心，仲帶嚟唔少開心畫面，有熱鬧，有溫馨，有搞笑場面，仲有被請食檸檬嘅無奈時刻。至於頒獎禮，娘家嘅機制就真係
創新之中嘅創新，確實獨步樂壇。都係嗰句，結果如何，隨緣啦。最後，姜濤26歲生日又有新歌，姜糖應援已經準備好海陸空包圍，場面應該會好震撼。到時就等住睇啦。大家有冇咩特別期待呢？可以留言講下你哋嘅諗法。如果喜歡呢條影片，請大家免費訂閱點讚，支持下小編呢個小樹頻道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